启文56篇，约翰第一章。创世以前就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，道是上帝。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。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，一切受造的，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。伫伊内面有活命，即个活命是人类的光。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照，黑暗毋捌赢过光。伊伫世间，世间通过伊来创造，毋过世间人毋捌伊。伊来到家己的所在，家己的人无接纳伊。遐个接纳伊的，就是信伊的人。伊使因有权，成做上帝的囝儿。因毋是对血统，毋是对肉欲，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，是对上帝生的。道成做人，踮伫咱中间，充满恩典甲真理。阮有看见伊的荣耀，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。伊对伊满满的恩典，阮上加阮祝福互咱大家。律法通过摩西颁布，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。无人捌看见上帝，只有爸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。